第四章，恁做主人诶，着公公平平诶款待奴仆，因为知影恁也有一位主伫天顶，恁也着行切祈祷，伫遮敬圣感恩，也着为阮祈祷，求上帝甲阮开传道诶门，话来讲基督诶奥秘。我为即个受困锁，互我照所应该讲诶话，将即个奥秘发明出来。恁着疼惜光阴，用智慧甲外人交往。恁诶言语着常常带着和气，亲像用盐调和，就通知影应该怎样回答逐人。有我亲爱诶兄弟崔基古，要将我一切诶事拢甲恁讲。伊是忠心诶执事，甲我三甲做主诶仆人。我挑除找伊到恁遐去，通互恁知影我诶光景，搁叫伊安慰恁诶心。我搁找一位亲爱忠心诶兄弟阿尼西姆三甲去，伊也是恁迄位诶人，因要将即位一切诶事拢甲恁讲。甲我三甲坐监诶阿里达古，问恁平安。巴拿巴诶表小弟马可也问恁平安。讲到即个马可，恁已经受吩咐，伊若到恁迄位，恁就接待伊。耶稣搁称作犹士多，也问恁平安。奉割礼诶人中，只有即三个人，是为上帝诶国，甲我三甲做工诶，也是互我心内得到安慰。有恁迄位诶人，做基督耶稣诶奴仆诶以巴弗，问恁平安。伊伫基督诶中间，常常为恁出力诶祈求，愿恁伫上帝一切旨意诶顶面得到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话徛得牢。伊为恁甲老底嘉搁希列波利诶兄弟最诶劳苦，这是我通甲伊做见证诶。所亲爱诶医生路加甲底马问恁平安，请问老底嘉诶兄弟甲灵法，搁伊家内诶教会平安。恁读了这个书信，就交互老底嘉诶教会，叫因也读。恁也着读对老底嘉来诶书信，着对阿基布讲，全部着谨慎，尽恁对主所受诶即份。我保罗亲笔甲恁问安，恁着纪念我诶捆锁，愿恩惠常常甲恁同在。